各位嘉賓、各位家長，歡迎蒞臨沙田大會堂參加嘉德麗中英文幼稚園國際幼兒園聯校畢業典禮。6月初，受到人類豬流感疫症蔓延而停課，今年嘅畢業禮在備受考驗之中舉行。喺衡量過家長嘅意願同埋孩子嘅權利，學校亦都制定咗各項嘅防疫措施，亦都決定畢業禮如期舉行。今年應屆畢業生有154人，大都能夠升讀心儀嘅小學。小朋友經歷咗3年或4年嘅幼稚園學習生活，今天成為人生中首個畢業禮嘅主角，能夠站在喺台上邊接受父母、家人、師長嘅祝賀，一定會感到興奮莫名。去年係嘉德麗沙田校創校20週年紀慶，學校亦邁進新紀元。嘉德麗係以傳承中華文化、推行經典教育嘅幼兒學校，由2歲到6歲嘅小朋友，每日都會誦讀《弟子規》、《三字經》、《大學》、《老子》、《唐詩》呢一類嘅中國經典。學校亦都自行編印《弟子規》同埋《三字經》嘅繪本，圖文並茂咁幫助小朋友理解學習。《弟子規》嘅7個章節，孝、悌、謹、信、愛、親人、學問，亦都成為嘉德麗落實品德教育嘅藍本。今年2月，由國際經典文化協會同埋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漢語中心合辦，喺香港大學舉行嘅首屆經典翹楚榜評核試，嘉德麗沙田校、粉嶺校、黃埔校有近80個學生同埋老師參加經典背誦評核。2歲嘅幼兒園學生亦都能夠將1000字嘅《弟子規》有條不紊咁背誦起嚟。獲頒1級證書嘅老師同埋學生有80%。為咗加強培育小朋友喺音樂同埋體能呢2方面嘅藝術素質，3間學校特別聘請專業嘅體育教練編寫課程，每星期到學校幫助小朋友鍛鍊身體嘅柔韌度同埋平衡力，培養小朋友嘅堅毅勇敢個性。學校亦都有聘請專科嘅音樂老師，培養學生嘅音樂素質，鍛鍊音樂感同埋唱歌水平。沙田校同埋黃埔校喺參加今年嘅第61屆香港校際音樂節幼稚園組中英文歌唱比賽，2間學校同時獲得 A 級嘅最高成績，實在令人振奮。學校亦積極籌備德音計劃，新學年將會採用學校自行編製嘅音樂課教材。我哋正在搜羅動聽嘅古今中外名曲，仲邀請著名嘅曲樂家，按照學校嘅教育理念，用粵語同埋普通話撰寫具質素嘅樂章，連同經典嘅英文歌曲，各以3等份嘅篇幅輯錄喺嘉德麗德音歌集裏面，讓小朋友每天唱誦，傳頌千秋。學校各級英語課程都係由外籍老師任教，每日以生動多元化嘅教材，培養孩子喺聽說讀寫4方面嘅學習能力。嘉德麗歷年嘅畢業生升讀小學，喺中英語文嘅學習能力普遍都有較高嘅水平。去年中學會考放榜，10優狀元之一嘅利俊文，正是嘉德麗沙田校嘅畢業生。當日家長陪同兒子回校報喜謝師嘅溫馨片段，印象猶新。今年5月，學校首度舉辦英文週，由3間學校嘅英文老師負責設計富趣味性嘅活動，
寓學習於遊戲，促進師生互動學習。有小朋友戴上自己創作嘅面具同埋服飾喺舞台上表演，而英文老師亦都以戲劇同埋布偶劇嘅形式去演繹童話故事嘅角色，引得師生同埋家長們開懷大笑。我哋非常重視家校嘅溝通協作。呢個學年三校嘅活動有數十項之多，除咗家長觀課、家長講座、校外參觀以及親子旅行等活動之外，學校還參加咗大大小小唔同嘅校外比賽同埋親子活動，贏得嘅獎項無數。學校亦經常參與關愛社區行動，家長亦十分支持，好似捐助愛心利是，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敬老行動嘅德德珠儲蓄助長者計劃，以及一人一花種植送贈長者計劃，小朋友學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哋亦有參加世界宣明會嘅飢饉小先鋒行動，藉此培養小朋友惜物惜福嘅心性。每年舉行嘅畢業禮，要送別畢業班嘅同學，總教人依依不捨，衷心祝福加德利嘅小朋友振翅高飛，前程遠大，發熱發光。謹祝各位身心康泰，有一個快樂嘅暑假。多謝。